来，请问你叫什么名？我这廖芙蓉，嘿，来，你第一张内底有画什么？我画热气球，热气球我上欣赏的，因为有通去遐坐，去内底坐咧吼，咧半天宫安尼飞来飞去，足好画，足享受的安尼，对啊。所以这样。所以你希望在头前看到什么款的风景？看云海，云海下面有那个防护，那个有迄个溪啦吼，有船啦，有啥啦，安尼好看，我就是爱安尼，看这安尼。对。这两张就是槟榔丝，这两张槟榔丝是足骨力的啦，因为人田啊咧芳田啦吼，也是咧捕田啦，迄槟榔丝拢会去安尼，去咧佚佗咧，搁去咧看卖有通食无？阮厝就是住遮，就安尼来出来就是咱这个。田园啊，阮迄阵住就是住安尼，搁有槟榔丝好看，安尼我欠位四脚啦，餐，四脚餐解吧有无？对，田鸡有做啥物？田鸡啊，爱讲田鸡啊，青蛙就是田鸡啊。因为我袂记你讲为一寡这迄个青蛙，因为阮厝住咧路边吼，我拢会出来看有迄个青蛙无，我拢会去钓青蛙。搁有这槟榔丝好啊，欣赏。四角是用钓的。钓呀，大阮加地咧，就钓伊就来食，咱就用一脚布袋啊袋咧，搁钓，伊就搁食，足济较早四脚足济。即摆较无看啊吼。对，安尼。安尼好，安尼会当啊。